小米自己嘅手機咧已經性價比不再㗎啦，而為咗解決小米旗下產品性價比缺失嘅問題咧，所以喺中國大陸就推出咗 Redmi 嘅 K90 Pro Max， 而呢款手機咧亦喺香港推出，不過咧就換咗個名，由咧 Redmi 品牌就換成咗 Poco 嘅品牌，咁佢就係今日嘅測試主角 Poco F8 Ultra。呢部機咧其實喺我手上面都超過咗2個星期㗎啦，可以玩嘅姿勢咧其實我都玩過晒。想知測試結果嘅就睇落去啦。Poco F8 Ultra 咧最吸引人嘅設計就係今次首次出現嘅單寧藍版本。當然你親手摸下就知啊，佢其實唔係牛仔布嚟嘅，係一種人造皮革嘅物料，防滑、柔軟、防指紋。咁今次咧小米交到我手嘅咧，其實係一部黑色嚟嘅，亦係最無聊嘅版本。機背咧係用玻璃纖維。磨砂又線手，同藍色一比咧，簡直係一個天一個係地嚟嘅。所以大家要買嘅話，一定要買藍色。而今次對機身嘅評價咧，我係用黑色嚟做標準嘅。同樣係類似 iPhone 17嘅大 R 角設計，而邊框咧雖然係金屬，但整體手感咧略為粗糙嘅。機背同邊框嘅過渡咧，亦係感覺有啲粗糙嘅。當然價錢就擺喺度，大家都明㗎啦。鏡頭組嘅設計咧同 iPhone 17 Pro Max 一樣，而且咧做咗一個少少嘅弧度做過渡嘅。咁雖然咧佢有4個鏡頭啦，但實際上咧得3個鏡頭係真嘅。而鏡頭隔離咧就係 Bose 嘅獨立低音喇叭。至於喇叭嘅表現咧，我哋容後再測試。上下方咧都有開孔式嘅喇叭，支援雙卡雙待。Mon 嘅上方咧又做咗一個聽筒啦，咁設計咧可以話係簡單同直接嘅。Mon 個 spec 咧睇嚟咧其實都唔算係出眾，估計咧最值得大家留意嘅就係個 Hyper RGB 嘅啦。咁呢個喺國內咧所講嘅超級像素，由放大嘅細節睇咧，佢最大嘅好處應該係畫面嘅細緻度唔差，銳利度比傳統嘅 1.5K Mon 好，但相對地咧光度就略為遜色啦。指紋辨識方面啦，佢用嘅係超聲波指紋辨識，解鎖速度又快又爽。今次 Poco F8 Ultra 最矚目嘅地方就係同知名嘅音響品牌 Bose 嘅深度合作啦。F8 Ultra 更加有獨立嘅低音炮，同身上面咧上下2組立體聲喇叭組成2.1嘅聲道系統。低音炮嘅分量都幾足㗎，拎住機身都可以感覺到佢嘅震動。最正係咧，佢仲係防水嘅添。我哋就聽下 Poco F8 Ultra 同其他手機同埋藍牙小喇叭嘅對比表現啦。先講明下，我冇專業嘅收音設備，咁但係大家都應該聽得出嘅差距嘅。由測試應該可以聽到啦 ，Poco F8 Ultra 比起小米 15T Pro 啦同埋藍牙小喇叭都好聲啲嘅。咁尤其是喺低音表現方面更加突出，厚實感咧更加強。喺屋企用佢聽歌啊或者係睇片都好正嘅，可以買少個藍牙喇叭慳翻幾嚿水。進一步嚟到性能測試啦，先講講我手上面呢部 F8 Ultra 先。預載嘅 HyperOS 3.0 系統，不過就寫明咗係 for Poco 嘅。咁都係 based on Android 嘅16啦，咁而性能參數方面咧就係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嘅處理器，配埋16GB RAM 加 512GB ROM。咁我先用呢個均衡模式跑個分先，安兔兔嘅得分係咧384萬分，而 Geekbench 6咧單核係3573分，多核係10608分嘅。咁而 3D Mark 嘅分數咧雖然比我早前測試嘅同一處理器機型略為低少少，但分數咧依然係好強勁嘅。咁好啦，我轉去呢個效能模式再跑一次先，得出嚟嘅結果咧真係令我呆咗嘅。咁以為可以再創新高啦，點知係一個反向提升，認真犀利啊呢個。再嚟咧就係對呢個6500mAh 嘅電池嘅續航表現嘅測試啦。其實一開始咧，我對於6500mAh嘅呢個電量真係冇咩信心嘅，畢竟小米嘅耗電量大家都係眾所周知噶啦。
不過我用 PC Mark 測出嚟結果係21個鐘頭53分鐘，幾乎已經係22個鐘頭噶啦。作為高通旗艦性能機型咧，呢個表現真係好少見。另外 F8 Ultra 除咗100W 嘅有線快充之外咧，亦支援50W 嘅無線快充，22.5W 嘅反向充電，哇，真係好似幾掂喎。AI 方面啦，Gemini大家都知道香港係用唔到噶啦，所以咧我哋睇下佢啲 AI 增強功能。其實好多大家都耳熟能詳嘅，我又試咗幾個有趣嘅功能俾大家睇睇先。AI 動態桌布可以隨時將一張靜態嘅圖片咧變成一個動態嘅桌布，可以用於呢個鎖屏界面同埋呢個桌布嘅。咁其實咧都幾好用同又有趣嘅，咁就係生成嘅時間咧實在太長啦。好彩嘅可以放喺後台度處理，咁出嚟嘅效果其實都幾好嘅，玩玩都唔錯。魔法消除入邊咧有個智慧去人，會自動識別相片入面嘅人啦，然後去消除佢嘅。咁張相咧嘅環境咧相對比較複雜，所以咧唔係話全部都選取到，但係都可以接受到嘅呢個情況。咁我哋再睇下對比嘅效果啦，都算係消除到嘅，只係咧補充翻嘅細節咧粗糙咗啲。咁呢啲咧都唔算係啲咩，但我明明係要消除路人，你喺消除完之後幫我加翻個路人，又係咩意思先？魔法去背，咁可以將人物從原本嘅圖片入邊咧退地，然後咧改變佢嘅位置，並且自己填翻個窿，咁亦可以咧直接換一個背景圖，咁大大提升咗呢個可換性。由呢個影像系統嘅 spec 嚟睇啦，Poco F8 Ultra 嘅表現應該唔會太耀眼嘅。咁對比起現時各大廠嘅主流旗艦機嘅影像參數，明顯係輸蝕少少嘅。不過唔緊要，就憑佢呢個長焦5倍起步，我就已經有興趣試一試佢噶啦。今次咧，我分別做咗呢日光同埋夜晚各焦段嘅表現嘅。咁首先我哋試佢個日拍先，0.7倍咧感覺上係唔夠歪嘅。現時旗艦機基本上可以做到0.5、0.6，而且色彩表現方面咧亦略為偏淡，細節咧亦感覺上咧都係爭啲嘅。1倍同埋2倍嘅表現咧就明顯好唔少啦，色彩嘅表現同埋細節咧都大有保留，算係中上嘅水平。然後咧就進入我最 care 嘅5倍啦，佢個5倍表現咧感覺上咧色彩好紮實，銳利度亦有明顯嘅提升。咁呢個5倍光學咧的確係冇令我失望噶。而10倍嘅表現咧，幾乎同5倍係冇乜太大分別嘅，都係好掂。去到20倍咧，佢個 AI 超長焦距咧正式撻着咗啦，所以喺 AI 加成之下咧，畫面咧亦都係算係幾乾淨嘅。去到30倍，就算有 AI 加成咧，都係覺得明顯比唔過現時嘅旗艦機。不過考慮到價錢咧，我感覺我又可以接受到咯喎。然後50倍、60倍嘅表現咧，只能夠用可以影到嘢形容。咁細節清晰嗰啲就講唔上噶啦。咁前面都講咗啦，佢撻着咗個 AI 超長焦距。咁如果佢冇咗個 AI 超長焦距，又會點呢？咁我哋睇下100倍嘅對比表現，只能夠講個 AI 有少少作用，但唔多。然後我哋再測試一下夜晚各焦段嘅表現啦。0.7倍嚟到夜拍嘅表現咧，似乎再低一級，細節缺失咧更加明顯。1倍同埋2倍嘅夜拍表現咧，其實依然係好出色噶，色彩嘅表現咧真係唔差。當然佢個5倍表現依然令我非常之滿意嘅。10倍嘅表現咧，其實都仲係唔差噶，不過咧快門就略為低咗少少啦，所以咧有啲地方開始模糊。但係如果你唔放大睇咧，其實都唔覺嘅。20倍雖然有呢個 AI 超長焦距啦，同埋 OIS 幫手，不過佢嘅快門咧再進一步咁降低，模糊係更加明顯嘅。但都算係可以食用嘅，但係30倍同60倍嘅表現咧，似乎已經係唔能夠食用噶啦。100倍嘅表現咧，更加係模糊嘅。微距拍攝咧 ，F8 Ultra 嘅微距拍攝咧就叫超級微距。咁我希望佢嘅超級微距唔係設計目標啦。咁佢個超級微距係用呢個長焦鏡頭嘅，所以咧要距離呢個目標30cm 先可以用。咁我哋就睇下呢個超級微距嘅表現啦。咁個表現咧就真係有啲驚喜嘅喎，焦點入邊嘅細節咧都呈現到出嚟嘅，就算放大睇咧都唔會話失禮。至於話運動抓拍呢個功能咧，
只可以講我個女女咧就快到模糊，佢其實都影得唔錯嘅，係啦，幾好。至於錄影方面啦，最高支援 8K 30fps 啦，4K 60fps、1080p 60fps、720p 30fps。其實我一直都唔明點解小米嘅 720p 得30fps 啊？咁講翻嗰條片啦，咁佢個穩定性其實都好嘅，而且冇咩啫喱效應嗰啲出現嘅。如果測光方面可以再提升翻少少，就會更加完美啦。Poco F8 Ultra 嘅日拍表現咧都係現時中上水平，如果細節可以保留到更加多嘅話就仲好啦，而唔係一味推高呢個銳利度就叫有細節㗎。而且佢個5倍表現咧比現時其他同級機型都要好。夜拍表現係現時高階手機嚟講咧，都唔算係太頂級㗎，亦都係中規中矩嘅水平嚟嘅啫。有部分情況仲會出現呢個色溫唔準嘅，咁整體表現咧只係去到合格嘅水平。最後總結一下啦 ，Poco F8 Ultra 係一款超性能為核心嘅高性價比旗艦手機，佢獨特嘅單寧藍素皮背蓋咧，提供出色嘅防滑手感。將個性化同埋實用性巧妙咁結合，重要事情我要講多次啦，千祈唔好買黑色。性能表現咧就夠晒狂啦，配合埋容量高達6500mAh 嘅電池，唔單單安兔兔嘅跑分咧輕鬆突破呢個384萬啦，更有差唔多22個鐘頭嘅驚人續航能力。佢5倍光學變焦嘅潛望式長焦鏡頭咧喺日間咧成像係非常之紮實同埋銳利嘅，遠超同價位嘅機型。即使夜拍同埋部分細節嘅表現咧，仲有提升嘅空間，但 F8 Ultra 成功咁喺性能啦、超長續航同埋呢個實用長焦之間揾到個比較好嘅平衡，啱晒追求極致性價比嘅消費者。今次 F8 Ultra 嘅 review 咧已經喺呢度完結㗎啦。如果你有咩問題咧，可以留言度問我，我係你哋嘅測試員 Sky。